不伺候了，我一会儿就走。这是怎么了？您回来了。啊，哎，你站这儿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站在这儿迎我们了，这样外人看着我们像什么呀？啊，这知道的你是有礼貌，不知道的，以为我们还是新兴的地主呢。这雇个丫鬟在这伺候我们呢。哦，走吧，走吧，走，进院。哦，哎，厂长，求您告诉我一下，有没有我爸呀？没有。没有。哎，赵素川，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呀？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？每天要站在门口迎候我们，你咋就记不住呢？你瞪着我干啥呀？还不能说你了？哼，养不教，父之过。啥？哎，你吃耗子药了呀你？哎，我还没他，我还没法弄呀我。素川啊，大家都回来上菜吧啊！不伺候了，我一会儿就走。这是怎么？哎，妈，素春不干了，人家说要走。这怎么了？这干得好好的，怎么说走就走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说这人家不听啊。可能是刚才彩琴训人家来着吧？我训他两句怎么了？我让他每天站在门口迎候你们，他做不到。说了他两句怎么了？你混蛋！是我不让他站在门口了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你让一个外人站在咱们家门口，像奴隶的一样伺候着你，这要让外人看见，以为我们是什么新兴的地主啊！就是啊，我也觉得不对劲儿。彩琴，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怎么能那样呢？咱们家是贫下中农，那过去的大地主才这样呢。不行，我不能让素春走，多能干呢！这一天到晚的，连做饭再洗衣服，还做了6床被子，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保姆啊？真是。我不就是想让村里人好好伺候咱们吗？你是真不懂事儿，你。就是过去我们村的地主也做不到这样哦。奶奶，你就别说了。素春，你这是真的，阿姨，我真的不是因为彩琴跟我发火才走的。那你是为什么呀？您就甭问了，我也不是白吃饱的。这饭盒啊，我就带走了啊。大姐抱你走啊！素川，你看这天都这么晚了，你上哪儿去？你要是不跟我说清楚啊，我坚决不放你走。你必须得跟我说清楚，到底是为什么啊？说，阿姨，不是我爸，他现在不在这个农场吗？我得到别的农场去找我爸去。谁说的呀？哎，你叔说有你爸呀？哎，不对，你别动，千万别动。你等等，我再去问问。如果要是真没你爸，那我就放你走。你别动会儿啊，我去问问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说有，那个说没有，到底有没有啊？啥事儿啊？我问你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批牛鬼蛇神里边，到底有没有苏春他爸呀？有啊。有，你干嘛跟人家说没有啊？我能跟他说有吗？他要是知道有他爸，他让我照顾他爸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你呀，你以为人家素春是为了一口饭才到咱们家来忍气吞声的吗？人家是为了照顾他爸才来的。你一说没有，他当然不干了，他要到别的农场去找他爸去。你说这找来找去，最后又找回来了，你这不成了满嘴说瞎话了吗？哎呀，这点我还真忽视了。你别说，这孩子还真够孝顺的。行，这事儿啊，你就甭管了，你就当不知道啊。我可不能让他走，他在这儿我省多大心呢。我去跟他说，你吃饭吧。我问了，有你爸的名字，说今天呢半夜到。真的，阿姨呀，我骗你干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呀，你叔是咱们这个农场里最大的领导了。那是。他之所以不想跟你说，是想，他是怕你给他找麻烦，连累我们家。阿姨，您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找麻烦的。那就好。那你就当这事儿我没告诉你啊，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就行了。你千万别再问你叔了
哦，好，好，好，不问，绝对不问了。阿姨呀，这回就是您让我走，我也不走了。真的，我现在就去刷碗、洗衣服去了。小楚，来来来，大姐呀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哎呦，这个也背走了。来，小楚，你想吃什么？吃米饭，阿姨给你盛去啊，等着啊。厂长在家吗？聚一喜，厂长，您不是让我们去拉被子吗？那保卫科的意思啊是让拉新被子，可是工作组一见这新被子啊，立马跟我们急了，说我们与这个牛鬼蛇神是同流合污，必须连夜换成旧被子。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好，好，好，就按照他们说的办。那新旧不都一样吗？都是钙。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哪那么多废话呀？那行，那我再跑一趟。聚一喜，聚一喜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那天晚上我找了你大半宿都找不着你。先别说这个，我问你，你知道我把他们关哪儿了吗？牛棚啊，整个牛棚都给改造了，关着好几十人呢。今天晚上我能不能见着我爸？绝对不行，你可不知道，那全是上头派的人在那看着，我们都不能接触。啊，那这大半夜的，你们两个有什么好聊的呀？哦，那谢谢你了啊。不客气。行呀，一喜哥，你居然敢骗我！我骗你什么了？我们家保姆身上穿的衣服。那不是那天我也没办法嘛，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，要不然你也不会给我嘛。哼，那你这两天去哪儿了？我都抓不住你啊！哎，对了，你跟我们家保姆什么关系啊？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啊！你要问这个，我走了。不，你再待会儿吧。待什么呀？我还得跑趟县城呢。你爸交代的任务，那马上就要下雨了，我走了。走了。你讨厌！哎呀，快点睡啊！大姐呀，要去牛棚了啊！来，快闭眼睛，趴大姐身上来，听话啊！来，趴着啊，睡。哦，睡觉喽，闭眼喽。奶奶，哎，您是不是穿这鞋不舒服啊？嗨，我这脚啊是小脚，放了它，现在呀到处都买不着可脚鞋。奶奶，那趁我在，我给您做2双吧。你会吗？我会，我姥姥也是小脚，以前都是我帮她做。我那儿有打好的胳膊，我去到外面给你买顶针去啊。我那儿有。那锥子好使吗？我那儿什么都有，全套的，就是拿不动底子了。我给你拿去啊。哦，那好吧。
就在家里玩，大姐出去办点事儿啊。奶奶，奶奶，您看我这锥子尖断了，我能不能上服务社，管阿姨去要一个呀？不是说不让你出去吗？那我也没办法，我使得好好的，咔嚓一下就给断了。您看，那你快去快回来啊！哎，奶奶，那小楚您帮我照看一下行吗？行，谢谢您了。君喜啊，我没时间了，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跟我爸说一下，我在农场呢？不难啊。那能不能让我去见见我爸爸？能啊，不过你得等我周旋好了，我再通知你，行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得赶紧走了啊，要不然一会儿不回去，他们又该怀疑我了。再见啊！站住！谁让你出门的？我。哎，一喜哥，他又找你干嘛呀？他怎么就不能找我了？除非我们俩不认识。再说了，你有什么权利不让人家出门啊？我不管，他要是不听话，我就把他撵出家门。那正好，让他住我那。你存心找别扭是不是啊？不是我存心给你找别扭，是你太不讲道理了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现在啊？刚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心眼挺好，是不是？做人不能这样，越来越变得我都不认识你。做人要厚道，要善良，是不是？不能一点同人呢？人呢？不能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爸，我跟您说件事儿。彩琴呐，你再说事你得敲门进来呀，这是单位，也不是家呢。您这办公室啊，恐怕是做不长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跟您说了吧，咱们全上当了。赵素春他恐怕早就知道他爸要来这儿了，跟咱们是说瞎话的。那被专案组都知道了，您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吗？你说这是真的？您是我爸，我骗您干嘛呀？以前我留他，那我现在知道错了，那以后要不要留，那您看着办。你去，把你妈找去。哎，哎，等等，还是我去。哎，厂长，我这有份简报。哎呀，回头再说吧，我有急事。哎，厂长，让你跟我斗。哎，彩琴啊，我可没和你斗啊。哦，不是说你，不是啊。